为了让文化高度不只是汉民族，更是要用力关注民，甚至南德五族的文化。宜湾古木合作所争取的扎哈姆乐园，3年前好不容易核定6000万，而且在位伫安平的观光精华区。不过因为物料工资一直起，这些工程已经流标6摆，毛宜湾相当欢乐，经费也被收回，对发展原住民的文化观光将是一大损失。所以透过总理孙要求市府一定要积极调整。对此市长嘛相当赞同，认为该工程今日无做，明仔会协会。那这个部分又如何结合观光局在安平地区的观光的这个运作？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要能够去跨局处去讨论，甚至是跟文化局共同去思考，这样的一平台一旦建立之后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想象空间？好，可是呢，很可惜最近这1年呢，我们在不断发包的过程6次流标。那我想要请问我们的市长，请坐。请问一下我们公务局。我先回答你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套一句那个顾总统蒋经国先生所讲的：今天不做，明天就后悔。当年的10大建设如果那个时候不做的话，后来就根本就做不了以那个时候的国力财力，那以现在来讲，在短短的2年内，原物料上涨，工资上涨，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公共工程，还有这个民间的工程延宕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不要变成物调追不上物涨，物调追不到经费上涨，那这个调不升调。所以呢，如果当初3年前，不要说3年前了，因为后来核定的速度快一点，我们的自己的动作快一点的，1年半以前。对，就之前因为有延宕啦，那个时候就造成说现在要发包，现在搞不好盖到20%，因为现在的经费没有办法，没有厂商愿意来，所以现在就是2个方向对，所以第一个加价，接下来怎么处理才好？第一个加价，第二个减量宜湾嘛进一步提醒，扎哈姆乐园一旦发包，一定要同时规划后续营运的通路。另外，针对政府有预见整体发展5档300亿计划，希望市府甲民间合作，会当设立专属的原住民族的电台节目。对此，市府嘛乐观其成。但新闻顾问及林英庚采访报道。